今日开始，咱来关心嘉义新港昨下晡5点半发生规模5.5的地震，深度干那8.5公里，是真浅层的地震。地震发生的时，高铁有2班列车暂时停车。那伫嘉义民雄是传出有人家厝围墙倒去，伫云林高溪149架线管道内湖民房康这个所在，是因为地震落石头，加载无人受伤。我高粱的破了了。店内架顶的玻璃杆啊，摔甲规涂骹破破去，头家是看甲真头疼。嘉义新港初五发生类似规模5.5的地震，深度8.5公里，是极浅层地震，有一寡所在造成灾情。嘉义民雄有明体砖啊贴的墙尾啊倒来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即摆行倒了不一样，只要2-3秒尔，顿一个。上大震度是伫嘉义市，因为嘉义县民雄是5.6，云林、台南、彰化是4级。嘉义的民众拢互这场地震惊一个。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推测，地震是欧亚大陆板块加菲律宾海板块小块，震波自东平传到西平。能量已经超过这个地层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时候，就透过一些破碎带的一个位置，来把这个地震能量所释放。地震也造成云林古坑乡草岭村149架线管道内湖民房坑发生崩山，50公尺的范围内无法渡过。好佳在迄当阵无人车经过，全线伫1点钟内畅通。另外高铁也紧急公告，云林到台南之间2班次的营运列车，地震发生时阵暂时停车。全线伫初5晚8点37恢复正常。我们打算要搭国道客运。原本是要去哪？台北吗？对。伫地震发生之前，新港的农地就发现真侪塘死过乱爬，敢若是伫咧有果要发生地震啊。气象局观测，新港伫顶个街都发生3件地震，国家初5这边是有较接，会当当做一个警示，观察是毋是有更较大的地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